來賓第16屆戒煙大型交無煙社區計劃無煙遊戲東風嘉年華，現在正式開始。喺呢度提示一聲，我哋嘅卡位遊戲咧都會暫時暫停嘅。首先歡迎大家參加今日由離島婦聯同埋香港吸煙及健康委員會合辦嘅第16屆戒煙大贏家無煙社區計劃無煙遊戲東風嘉年華。大家好，我係今日嘅大會司儀於哲。今日好榮幸，我邀請到以下嘅嘉賓到場支持我哋嘅嘉年華，包括離島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主管東風蘭及大廈管理蘇婉婷女士，社會福利署中西南及離島區策劃及統籌小組社區主任、社區工作主任歐佩欣女士，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項目統籌經理黃志忠先生，離島婦聯首席顧問兼義務總監周傳亨 SBS-MXJP。離島婦聯總幹事黎蘇霞女士，離島婦聯社區發展助理高級經理黃正祥先生 ，Miss Zara， 歡迎咁多位，亦都非常感謝各位喺百忙之中抽空為我哋嘅活動打氣。而家我哋有請香姐帶領一眾嘅主禮嘉賓到台上就座。感謝今次嘅活動主辦單位離島婦聯，感謝佢哋辛勤嘅付出啦，同埋卓越嘅領導，令到今日嘅盛事咧可以得以實現。冇主辦方歲月嚟嘅精心策劃啦，就冇我哋今日眼前嘅精彩。而家我哋恭請離島婦聯首席顧問兼義務總監周傳亨 SBS-MXJP 為今日嘅活動致歡迎辭，有請。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嘅黃經理，仲有咧社會福利署嘅歐姑娘，同埋咧我哋聖公會嘅民政處分區聯絡主任，係管我哋東涌嘅。以及咧我哋嘅特別 VIP Jaya， 各位表演者、各位街坊，大家好！我哋推動無煙社區咧，去到而家已經係超過27年啦。真正同呢個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合作咧，我哋喺1997年，當時咧應該係96年，當時咧我哋就喺梅窩啟動嘅。咁一直以嚟咧，離島婦聯都推動無煙社區，推動健康。咁多年嚟，由冇立例到而家咧，成個社會嘅氣氛咧都係覺得咧吸煙係危害健康嘅，特別咧進一步咧就係對於一啲電子煙咧，都覺得咧呢種係更加無形嘅傷害。咁所以每一年我哋得到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嘅資助，令到我哋喺社區裏邊將呢一啲信息咧去傳播到每一個家庭。並且咧得到大家熱烈嘅響應同埋支持。喺呢度咧，我代表離島婦聯咧，對大家長期嘅支持同埋並肩同行表示衷心嘅感謝。今次咧，我哋睇到個名咧好特別嚇，無煙遊。曾經咧有人問我，你今次係咪講一啲無煙，即係煮飯嗰啲煙？咁其實咧，而家我哋知道，除咗電子煙，仲有一種乜嘢油啊？記唔記得啊？太空油。
好似好好聽個名，但係咧佢係大家有冇睇過電視啊？電視食咗呢個所謂太空油會變成點樣啊？腳震，除咗咁咧，爛面啦、甩頭髮啦，係咪啊？仲未知喎。想飲一定係上癮先要繼續食啦，仲有咧就係、女人咧，女子咧會生鬚喎，有冇聽過啊？咁所以咧呢一種咁嘅所謂太空油咧，而家咧政府正式係重視啦，就係、改名，就係咧吸食咗呢一種毒品咧，係死咗都冇人知嘅。咁亦都有呢啲例子嘅，就係、有啲青少年無端端喺企暈咗，跟住咧就連命都送咗出去啦。所以我哋就希望作為家長咧，當小朋友無端端匿喺個房唔肯出嚟，佢嘅行為又有啲變化，咁咧你就要小心啦。頭先幾位小朋友咧好叻喎！佢能夠知道呢種毒品嘅禍害帶嚟有啲咩反應，咁所以希望咧呢種新嘅毒品有個油字嚇，太空油好似好好聽，但係我哋就認為呢個咧係我哋嘅，因為咧當有人氹你食呢隻所謂太空油咧，就話俾你聽，哇！你食咗之後你完全放鬆，你好似升上太空咁樣。咁但係實際咧，當你上咗癮之後咧，你自己就會成個人即係由人變成鬼一樣嘅。咁所以今日咧，我哋用咗呢個作為主題，我哋唔好當係潮，或者咧呢個係新嘅名稱。咁啊，亦都食咗真係好似好舒服放鬆晒，但係帶嚟嘅禍害無窮。咁頭先咧咁少嘅小妹妹都知道呢種禍害，我亦都希望咧，我哋嘅青少年，尤其家長，你要認識，然後咧大家一齊聯手去防煙防呢啲毒品，而令到我哋嘅健康社區咧係繼續保持落去。再一次咧感謝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嘅資助，更加感謝咧來自唔同機構嘅各個表演團體，仲有咧我哋嘅義工咧台前幕後咧做咗大量嘅工作，為今日嘅嘉年華咧做咗好好嘅準備。咁希望大家咧有一個愉快嘅週末，多謝。多謝香姐，有請香姐就座。同時，我哋都好感謝今次嘅活動贊助夥伴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感謝佢哋嘅大力支持，令到我哋嘅活動內容更加豐富多元。而家我哋恭請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項目籌劃經理黃志峰先生為我哋今日嘅活動致辭，有請黃先生。周總監香姐、歐佩欣女士、中國市黎秋霞女士，咁各位嘉賓、離島區嘅街坊，大家好！今日非常高興出席由離島婦聯舉辦嘅無煙遊戲東涌嘉年華。咁為咗促進社區無煙健康嘅氛圍啦，委員會其實每年都會舉辦戒煙大贏家無煙社區計劃嘅。咁就同唔同地區嘅合作伙伴攜手喺18區做一啲無煙嘅宣傳活動嘅。咁頭先香姐都提到啦，1997年開始，我哋已經同離島婦聯就攜手合作，咁喺東涌同離島區咧一直推行呢個無煙教育嘅。咁非常感謝離島婦聯多年嘅一直支持啦。咁擔任我哋計劃我哋委員會嘅地區合作伙伴，咁喺社區鼓勵戒煙啦，同埋提倡無煙健康生活嘅。咁不懈咁樣支持我哋香港嘅控煙工作。咁
咁有賴佢哋嘅策劃啦，同埋大家今日咁多街坊嘅積極參與啦。今日嘅無煙宣傳活動，天公造美，好好天氣咁樣就舉行啦。咁透過一陣間唔同嘅表演項目啦，依家係攤位遊戲啦，咁大家唔同嘅家庭咧去宣傳無煙健康生活嘅好處嘅。健康嘅體魄係大家家庭幸福嘅重要嘅因素啦。咁然而吸煙危害健康，可以引發好多唔同致命嘅癌症啦，同埋疾病，更加會為身邊嘅人帶來二三手煙嘅傷害嘅。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㗎啦。咁但係具體嚟講咧，其實每食一支煙就會縮短一個人嘅壽命大概20分鐘嘅。咁長遠合共會損失嘅壽命咧，大概係10年嘅。咁10年嘅時光其實可以同屋企人做好多嘅旅行啦，亦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相處時光嘅。咁相反啦，及早戒煙唔單止可以挽救更多嘅生命啦，亦都可以節省生活嘅開支啦，改善生活嘅形象啦，同埋令家庭嘅關係更加融洽嘅。因此，為咗自己同屋企人，食煙嘅人唔好猶豫啦。咁可以喺我哋今日喺另外富東村嘅村口，其實都有個戒煙大贏家招募攤位嘅。都可以去即場報名參加戒煙大贏家比賽啦，咁去踏出重拾健康嘅第一步嘅。咁為咗實現嘅控煙目標啦，同埋長遠嘅實現無煙香港啦，其實政府已經陸續落實新一階段嘅控煙措施嘅，當中包括禁止加味煙、禁止管有另類煙，即係頭先香姐講嘅無個太空油啦。其實如果我哋落實咗禁止管有另類煙咧，其實係連擁有嗰個吸食嘅載具都係唔可以嘅。咁同埋實施全面害警示包裝啦，排隊嘅時候唔俾食煙啦，同埋擴大法定禁煙區至指定場處所嘅出入口等嘅。嚟緊學校啦，或者醫院嘅門口範圍都係唔可以食煙嘅。呢啲措施唔單止其實推動咗吸煙人士戒煙啦，保障唔食煙嘅人啦，更加可以防止我哋新一代小朋友受到煙草嘅誘惑啦，開始食煙嘅。咁今日活動上，好多家長同小朋友希望都大家了解吸煙嘅禍害啦，自己唔食煙之餘，可以鼓勵身邊嘅人或者屋企人及早戒煙，支持我哋嘅控煙工作，咁全城攜手為下一代建造一個零煙害嘅生活環境。最後，我代表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再次感謝離島婦聯咁多年嘅支持，包括係區議會啦，同埋關愛隊，以至唔同嘅團體今日嘅參與，更加唔少得義工們嘅今日嘅努力啦，令到嘉年華可以順利舉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戒煙大贏家計劃，以至香港嘅控煙工作，共創無煙環境。祝大家身體健康，多謝各位。多謝黃先生，有請黃先生就座。其實要建立一個無煙嘅健康社區啦，係一個需要政府啦、社區組織、企業同埋每一個在場嘅人士一齊努力嘅一個長遠目標。咁為咗令到離島區嘅居民更加了解我哋今日嘅主題啦，我哋在場咧都設立咗好多唔同嘅攤位遊戲，希望咧可以有一啲好輕鬆啦嘅一啲方式去令大家更加了解到我哋吸煙嘅壞處啦。而台上咧其實都準備咗好多唔同嘅表演啦，大家陣間咧都可以留喺度細心欣賞。咁跟住落嚟，我哋就會向表演團體同埋支持團體致送感謝狀，以答謝佢哋今日嘅支持。首先，我哋而家有請離島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主管東涌南及大廈管理蘇婉婷女士為我哋致送感謝狀俾以下嘅兩個表演團體。首先有請 Lily Academy。仲有我哋嘅 Free CE。我哋而家可以影一張合照。多
謝蘇女士，有請蘇女士就座。跟住落嚟有請社會福利署中西南及離島區社會工作主任歐佩欣女士為我哋致送感謝狀。首先我哋有請 NDTS Lady Magania Dance Conservatory， 仲有我哋嘅馮建國先生。我哋亦都有請歐女士同兩個團體影一張合照。幾時凍翻啊？唔知喎，會唔會聽日凍翻啊？應該我唔知啊。我哋望住鏡頭啊！多謝歐女士，有請歐女士就座。跟住落嚟有請香港級醫院健康委員會項目籌劃經理黃志峰先生為我哋致感謝狀俾以下嘅表演團體：樂齡女童軍、舞林於洋舞坊、我哋都有請黃先生可以同兩個團體嘅代表影張相。我哋望鏡頭。多謝黃先生，有請黃先生就座。跟住落嚟有請離島婦聯主席黎秋霞女士為我哋致送感謝狀。羅素嫻女士為我哋致送感謝狀俾我哋嘅攤位遊戲承辦團體東星會東涌中關愛隊。我哋可以影張相先。感謝。而我哋而家有請離島婦聯首席顧問兼義務總監張俊香 SCSMHJP 為我哋頒發感謝狀俾攤位遊戲承辦團體愉景灣關愛隊、東涌安全健康城市。我哋可以一齊影張相先啦。多謝香姐，有請香姐就座。跟住落嚟有請離島婦聯總幹事黎秋霞女士為我哋致送感謝狀。日東村北關愛隊、樂齡女童軍隊。我哋都有請兩位團體嘅代表啦，一齊影張相。多謝黎女士。全大有以上嘅團體支持，為我哋今日嘅活動增添趣味。而我哋再一次喺度送上我哋充滿謝意嘅掌聲俾以上嘅每個團體。而要建立無煙嘅社區，當然都有賴在座嘅嘉賓同我哋一齊合作啦。呢個到來令到我哋成個嘉年華都充滿咗唔同嘅笑聲，而呢份熱情咧，我哋都可以 feel 到。而家我哋請允許我代表主辦方向今日所有到場嘅嘉賓獻上感謝。亦都再次請我哋將最熱烈嘅掌聲送俾在座嘅每一位，亦都送俾我哋自己，感謝你哋今日嘅到嚟同埋支持。而最後，我哋有請大會攝影師為我哋主禮嘉賓影張合照先。
而同時，我哋都有請各位主禮嘉賓到台下，同我哋嘅所有參加者嚟一張大合照。咁我哋全部嘅參加者可以聚焦去我哋嘅舞台中間啦，咁我哋可以一齊嚟影張大合照先。咁我哋而家可以一齊望鏡頭，俾我哋最開心嘅笑容出嚟啊！我哋嘅表演者啦，同埋我哋嘅嘉賓都可以一齊過去影張大合照。我哋可以踎喺前面，盡量俾大家都出現喺畫面裏面啊！大家可以親密少少。好，咁我哋而家望我哋嘅攝影師。感謝各位，我哋可以進入我哋嘅表演環節啦。